老友記們，周三個現貨黃金真係爭氣，直接報升59.13美元，升幅1.18%，收報5084.51美元，勁過預期啊！大家要知道，美國1月非農就業新增咗13萬人，遠超市場預期嘅6.6萬人，失業率仲跌到4.3%，呢個數據勁到推升美債收益率。仲調整咗大家對減息嘅預期，金價盤中一度回吐升幅，以為要回落，但好在有長期買盤撐住，再加上中東避險情緒升溫，最終都幫金價重拾動能，穩穩守住5000美元上方，冇俾非農數據壓低。呢個強勁非農根本冇動搖到黃金嘅長期基本面買盤，而家喺債務擔憂同撤離美國資產嘅背景下，大家買黃金嘅信心仲喺度，冇減少。仲有啊，美聯儲官員嘅鷹派言論，亦都抑制咗市場對大幅減息嘅預期。美元指數微升0.1%，收報96.87，冇咩大動靜。對金價冇造成大壓力，另一個撐住金價嘅關鍵就係中東局勢升溫啦。美國五角大樓已經指示第二支航母打擊群進入部署準備狀態，準備開去中東應對伊朗相關嘅局勢。呢個消息一出，避險情緒進一步推高，大家紛紛買黃金保值，直接撐住個市。講返今年至今，金價已經上升逾17%。全靠地緣緊張、經濟不確定性，再加埋全球央行持續增持黃金，呢幾樣利好撐住佢。而家市場所有目光都睇實周五要公布嘅美國1月 CPI 數據啦。市場估計總體通脹率同核心通脹率都會行到2.5%。只要呢個數據符合預期，金價好大機會延續升勢，繼續向上衝。以上所有內容都係市場分析同分享，純屬參考，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如果憑住呢啲內容入市買賣，無論最後賺定蝕，都要自己承擔責任。鍾意講金，想聽更多實話、更多實用嘅市場拆解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，支持下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次再傾。